佢好冷靜嘅個語氣。我記得我仲係好知人冷靜嘅，我用咗8分鐘時間先出嗰個門口。咁點解我咁咪咪摸摸咧？火燭喎，無警鐘聲嘅情況下，我自己就認為佢應該係唔知邊個煲窿粥，唔記得熄火嘅啫。打開門嗰一下，我就呆咗啦，唞唔到氣，呼吸好困難。我再打電話俾我太太，我話我走唔到。有成嚿嘅濃煙，我開唔到門㗎啦。唯有等啲消防員救咯。10分鐘之內，我聽到走廊有聲，咁我就啱啱濕晒啲毛巾，我就攞起就揞住個嘴，開門衝咗出去。嗰刻我已經好開始驚，哇！但係聽到有人嗌，咁我就用翻個聲音去俾翻個回應佢哋，過嚟啊，過嚟啊！我話屋企嗰個玻璃已經因為熱爆咗，失手啊！佢一定要走出嚟。曾經佢見到有姐姐喺走廊嗌婆婆婆婆，唔知佢係走咗定係點樣，因為之後冇咗聲啦。呢件事上面我係每一次我都諗翻呢一下嘅時候，我就好內疚咯。我覺得好似有人都未救佢，我冇再開門出去試下揾啊！我閂咗門，大家都去講你救咗2個人啊，你救咗自己9人，你好叻啊，你係英雄啊！其實每一句話我係英雄嘅時候，我心係好多。因為你哋唔知道，原來仲有一個人可能我可以救。冇鐘聲，冇灑水，乜都冇。叔叔就同我講，最近我哋嗰個逃生門咧，據佢所知係長期都鎖住嘅。咁我就問我太太我哋諗住喺 lobby 衝落嚟，咁我太太就話 lobby 失手㗎啦，已經係火變咗着火啊，燒咗啊！咁嗰一刻我就知道，原來2個逃生門已經唔係用嚟逃生㗎啦，係一個死局。打電話去報警啦，我又打俾我老婆話：喂，你見唔見到消防或者見唔見到咩？基本上我同佢哋講，你有3個人啦，你出咗嚟，你第一時間要通知我啊！你出咗嚟。你冷靜啲啦，你緊張點救我啊！你同佢講一件事，你扭個槍支，我記得講到濃煙啊！我冇入屋企，我就話可以冷靜啲咧。你喺屋企我點冷靜？而家喺出邊見到仲大鑊。你要拎晒屋企嗰啲毛巾啊，塞晒佢，塞住我個門，唔好俾啲煙入啊！啲窗啊，啲全部塞住喺個門度，唔好俾啲煙入啊！個窗口出面已經見到啲網係咁燒啲嘢，因為喺2樓啦，地下已經好多雜物啦，一路積其實越積越高。嗰個網係不停咁樣着啦，一燒佢就好似縮埋一嚿喺度溶啦。等到4點鐘左右，見到房嗰個窗出邊，哇，熊熊烈火喎！咁嗰一刻咧，我突然間諗起，隔離鄰舍點解要走出嚟？就因為佢個窗熱得就爆開咗。我個窗嗰陣時冇，事後我好慶幸係冇，因為我哋嗰層某一個工程嘅流程完咗啦，咁所以佢哋就拆咗。嗰刻我見到個熊熊烈火嘅時候，我就覺得，唉，第一次覺得死亡同我有關係，死亡係近我啦，就攞起個手機開始，以為自己玩完啦，就同啲 friend 講消毒啦，保重啦，
如果揾我唔到，或者我有咩事幫我照顧我屋企人啊，照顧啲仔女啦，呢個時刻媽媽打電話俾我，你嗰度有冇嘢啊？咁我就好冷靜咁喎，冇嘢喎，消防員救緊我喎，唔講住我要執嘢走啦咁樣，咁我呃咗佢，我就收咗線。咁收線嗰下我就開始啲眼淚就飆啦，我覺得我要死啦，收唔到啦。等到嚴重開始大家個呼吸困難啦，我覺得有啲暈。消防員突然間嗌咪就話：有冇人？有冇人？我哋即刻開窗回應啊！有啊！跟住佢話：我依家會用雲梯去救你哋。咁其實第一次咧個雲梯埋唔到嚟，個棚架頂住同埋好多閘啊。第二次佢哋好主動去用雲梯升埋嚟，不斷咁同我哋講上面有嘢跌落嚟，上面有嘢跌落嚟，你哋要保護下。太太就同我講㗎：靚仔你走先啦咁樣。咁其實嗰刻我都好感動嘅。我話我仲後生，我頂得住啊！你哋走先。剩翻我自己一個喺屋企嘅時候，我好冷靜咁企咗喺度，成個過程呢幾個鐘頭啊，不斷咁希望我可以走。當我真係要走嘅時候，一刻係唔捨得走。我諗緊有啲咩我可以攞走，然後我火同你講：你冇得攞走啊！你冇資格、冇能力去阻止我吞噬佢，而你係冇任何反駁嘅機會。雲梯嗰個時間咧，我覺得係漫長過我喺屋企逗留嗰個時間。點解咁耐都仲未落到地下嘅？終於獲救，有少少釋懷，亦都有擔心有冇嘢會再跌落嚟砸到我，又死多次咧。呢度係我啱啱救出嚟啦，我回望翻我個單位嘅時候，咁其實我大概喺呢個地方救出嚟，咁我樓上嘅單位其實已經係燒到通晒，一路你見個火係好慢。我個女衝埋嚟就攬住我。第一句同我講：爸爸冇死到，爸爸唔使死。跟住我個仔就見到一邊係飲泣咁樣去喊到發燒，驚到發燒嚇親。呢個係26號，咁正正咧，即係差唔多嘅角度咧，24號咧，我個女喺間房度同我講：爸爸我好叻，我打關鬥。下一個畫面竟然係紅火，唔係冇咗個家咁簡單。3點鐘我終於入到病房，鬆咗口氣，覺得個人放空咗，唔識驚，冇憂慮，冇再傷心喎，冇諗屋企嘅嘢。食飯嘅時候開始有啲情緒出現嘅，拍飯會係咁流淚，無端端喺度流淚，唔知咩事，好冷靜咁流淚。出世嘅時候，我就喺住雲昌閣，好想話俾人哋知，即係好想人關注，快啲去知道點解有火，嗰啲物料其實係咪真係啱定唔啱，唔好冤枉錯任何一個人，唔好俾離去嘅人含冤，唔好俾現有嘅人不安。鄰居嘅官其實見到話有煙味啦，或者直頭係投訴過佢哋食煙啦，或者佢哋有啲水樽啦，或者垃圾留喺佢哋嗰個棚嗰個走火道嗰度啦，陸陸續續都有投訴嘅，咁都有留意到就話好多嘢都唔公開唔透明度好低，曾經好似係業主立案法庭都重新去選過嘅，亦都係因為維修嘅時間發起好多嘅嘢。代表住其實1年前已經有唔同嘅人反映過唔同嘅嘢，不過係咪喺
喺啱嘅途徑反應啊，或者係咪反應完冇效啊？但係肯定嘅答案一定係冇人去理先咯，因為佢哋就唔會今日咁樣咯。肯定就係冇監管先。希望善忘嘅香港人趁喺未忘記呢件事情之前，盡量去多啲發聲，令更多人去關注、去調查真相。希望俾雲福苑嘅居民一個答案，一個公道。今天的主题是要你問他，今日嘅主題就係要你問他。剛才你們看到這個視頻，與江寧氣有什麼關係呢？與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呢？或者有什麼感想可以給大家分享？啲咩感想可以同大家分享咧？係基本。有時要準備咯，即係好似成張臨期係準備啊嘛。咁我哋有時好即係都唔知，可能第2分鐘，可能你嘅親人都會無啦啦咁就走咗去。咁我哋好多時都要有一個準備去，即係準備我哋心咯。非常好。好，有冇其他嘅分享？有沒有其他嘅分享啊？在这一次疫情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重生，重新等待新的生命即将来临。还有一句话我非常是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說那個火對他說：你什麼帶不走？個火即係當然呢個係假㗎啦，好似個火同佢。阿 John 有咩問題咧？呢個 Bluetooth disconnect 咗。係咁啊，即係 disconnect 係嘛？唔緊要，一陣再睇。好啦，咁就係話大家試過即係就嚟死未咧？即係呢個咁樣嘅呢一刻。如果你哋經驗過，哇！真係如果冇咗。阿 John 你咩事啊 ？John connect 咗啦，你又 connect 翻。點解 John 唔喺度嘅咧？係咪喺廁所啊佢？可能喺呢度可能有啲 interference 可能喺度。唔係啊，我先見到度食嘢嘅。係喺度黐索索咁樣食嘢。行得太遠啦，佢 connect 咗佢嗰個，或者佢行得太遠。總之我聽到佢都見到佢坐，你見唔到我見到啊嘛。我諗係佢 connect 咗佢咯，咁佢行遠咗咁咪 disconnect。可能係。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哋經驗過，哇！真係如果冇天主咧，我真係會死㗎呢一次。咁如果你有咁樣嘅經驗咧，你會知道，哇！其實你乜嘢都帶唔走。咁譬如當然我通常好少分享我個人嘅經驗嘅。咁譬如有一次，咁我喺醫院，咁啊然後個醫生就幫我照呢個嘅 CT 啦。咁佢就話趙長富，可能你將你嘅以後嘅項目咧要行唔行取消。我話點解啊？即係佢直講到我就嚟死咁樣啦。佢話你個肝咧可能有啲問題，因為我哋照到少少咧，即係可能你會有肝癌咁樣。咁嗰晚咧，因為第二日先揾個肝臟醫生幫我睇啊嘛。咁嗰晚我真係哇，成晚諗得好清楚喎。如果我真係肝癌，咁我點啊？咁我諗定好晒，呢啲嘢俾邊個，嗰啲嘢俾邊個，咁啊因為咁啊好好地咁就去天堂啦。咁原來咧你有咁樣嘅經驗咧，你即係會諗到，哇！世間上乜嘢可以放，全部可以放低㗎。你即係上天堂就得㗎啦，唔需要人哋講句説話，你又哇嬲人一世，或者人哋爭你少少錢唔記得咗還，你又成日喺度猛整，或者今日好似搭唔到呢班車，又好似好即係好猛整，其實完全唔使嘅，因為你面對個永生嘅時候咧，頭先各位李生都講得好清楚，乜嘢都可以放低，就面對死亡嘅時候，什麼都可以放下，因為你什麼都帶不走，
說實話是真係。 Bluetooth disconnected. 點解裝係咪啊？行嚟行去咧？係咪佢要喺附近先得㗎？呢個嘅可能佢connect咗佢個嘢落去呢度。係。你試下擺低個咪啊！我覺得你本身都夠大聲。Bluetooth connected. 我真係覺得係，我想 test 下係咪你把聲，即係因為你搞個咪係幫到手嘅。你繼續。但我隨時要播嘢㗎。係啊，阿 John 請你坐喺度啊，唔該。係啊係。只要佢坐喺度，呢個係鎮台之寶，咁安全處一樣。唔係，你唔使睇，咁你坐度得㗎啦。係啊，你行開咗就會你1㗎啦。係，真㗎，你擺翻呢個原位啊，唔該你。擺翻中間嗰度個擴音嗰度少少。係喎，繼續。冇咗你，我哋唔可以繼續嘅。好啦，仲有冇其他分享？有沒有其他的分享啊？係 Sally。我有分享啊，因為我喺香港嚟㗎啦，亦都好熟悉嗰度環境，所以我都想同各位兄弟分享我。他說他是香港來的。聽聽我講嘢。聽到，正常。用國語同你做翻譯嘅，他說他香港來的。我從香港來的。你講廣東話得㗎啦。跟他的國語一模一樣的，香港來的國語。咁咧我跟你的國語是不一樣的。差不多啦。差很遠。打斷咗我唔記得添。你講廣東話。咁我呢個幾禮拜就一路都好。這幾個星期就是覺得 keep 住睇呢個。保持看了這個新聞。開頭我係。剛開始。開頭我係會我會問天主，那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啊！那這樣子呢？我慢慢的，我跟天主說。可唔可以講多啲你先翻譯咧？唔係，你講多咗，我會漏咗你嗰啲嘅説話㗎。會㗎，唔係，你信我啦，呢個即時傳譯啊。咁我咧就那我呢？也不是投訴他。死了那麼多人。有一天我忽然覺得，聽到天主給我說，這是一個給你的警醒的一個召叫。如果不是宏福醫院，就是把那些壞人叫醒，那些泡煙蒂的人、貪財的那些立案法團、貪污的高官，所有人都有份兒。如果你是好人，就可以得到我的貪念、我的懶惰，還有我的驕傲。他的意向不是要那麼多人死。可是那麼多的東西就讓很多人死了。教導一些人以後不要這樣子做。我們可能很幼稚。是不是會導致很多人從壞人變好人了？他說他可以的。OK，thank you。懶惰嘅人，你哋唔好你淨係驗下邊嗰層行行咧，要 random 都要 check 高啲啦。所有嘅 inspector 都唔可以求其馬虎做嘢啦。咁你覺得會唔會咧？耶穌死咗咁多年啊，我哋好多教友啊，其實越走越遠啊，唔好話講出邊嗰啲外教人啊。係啊，即係話，即係啲人如果唔警醒咧。你點樣都冇用嘅。警醒啦，就係好似我一個人，如果我唔接觸到天主，我都係一個壞人嚟㗎。我都做唔清楚。咁我接
其他嘅人好難拖。呢個 apply to everyone 都有呢個感覺。好似琴日我去 Costco 買嘢，泊喺我架車隔離一架車入邊有兩隻狗，狗同人一樣嘅頭，我覺得佢哋都係有 life。佢一見到我咧，佢哋兩隻狗咧就啪啪啪啪得好犀利，架車入邊啲霞氣咧滿晒成個車廂，佢哋望到我眼神係救我啦救我啦救我啦咁喎。嗰個惻隱之心係人人都有嘅，咁我就望住，哇嗌救命喎！佢想我救佢喎，我唔救佢就會死嘅喎，咁我就企喺度周圍望邊個係車主啊，或者我蠢同唔明白點樣救，或者有人識咧，我就求其揾個人啫，個男仔啦，所以佢聰明啲嘅，我覺得後生仔，咁我就話，隻狗咁樣點算啊？我話 that's okay, the cold weather is okay。我話 so okay, the window is so tight。咁佢 that's okay，咁佢行咗去咯喎。嗱，呢個故事咧好多謝你，咁啊我哋可以繼續去分享我哋其他嘅事啦。好，咁頭先佢講到即係話咧叫救命啊等等嗰啲嘢，但係人咧就好得意嘅。就算耶穌死咗又復活咗咧，唔醒就唔醒㗎啦。人真是很奇怪啊，就是耶穌為我們死而復活啊，不警醒就是不警醒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就是被魔鬼誘惑得厲害。好啦，我想問一下，我想用廣東話問嘅，你哋邊個有冇睇新聞女王㗎？ Very good， 第一季定第二季啊？哇，勁啊！煲即係煲劇嗰個煲啦。好啦，咁啊第二季裏邊有一節咧，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咁你哋有啲人就會問吓，趙神父乜你都睇新聞女王㗎？乜你又好忙嘅？點解你仲會睇劇㗎？當我播放這個新聞女王的這個電視劇的時候，有人可能會想，哎，趙神父你不是很忙嗎？為什麼你還看電視連續劇呢？準備這個畢竟就好像我準備一道菜給大家吃，那如果一個媽媽就會去市場買菜，買最好的材料回來，用花最長的時間，比方說在 Thanksgiving Day，就是買個火雞啦，要早一天把它醃好啦。當我要準備這道菜的時候呢，就要去 YouTube， 好像這個市場一樣，找那些材料嘛，對吧？所以就找到新聞女王這個材料。所以你哋唔好以為我有煲劇啊，雖然係 both， 但係唔係煲。呢個係連結嘅開始，借助水晶嘅力量，深入意識，靈性全面開啟，深入交流。連接宇宙，打開阿卡西記錄，拓展生命藍圖。而家喺腦海裏邊嘅畫面、聲音，都係佢傳俾你嘅意識。你要接受佢，擁抱佢，面對先可以治癒。如果唔係，佢會死纏住你唔放。嘗試咗水晶嘅力量，感覺係點？不信啊！歡迎嚟到晶耀紅月，願晶耀永住。願晶耀永住。點估到堂堂命姐竟然有精神問題嘅？公開去幫晶耀背書，極度懷疑佢已經俾人洗腦，仲要轉行 sell 水晶喎，神神怪怪咁，真係一啲都唔正常。咁問佢以後仲有乜嘢公信力啊？以後佢再去報新聞嘅時候，大家千祈唔好信啦。嗱，面姐已經進化成
清楚，贊成罷免文慧心喺公開平台一切職務嘅，請舉手。唔好望人啊，尊重其他人嘅投票意向。你咁樣冇用嘅，而家係公司角度出發，邊個拖累邊個都唔好。我知大家都想幫 Man 姐，但係認真諗下，如果公開平台一日唔做呢個動作，我哋會捲入個醜聞，我哋嘅公信力、點擊率一次過冇晒，最後我哋連幫 Man 姐嘅能力都冇埋。其實我哋之前衰心軟啫，由阿 Man 玩失蹤到打人問責，我哋就應該做 damage control，行到呢一步遲咗㗎啦。要舉手嘅舉定啦。我企阿 Man 姐諗，你哋諗下，如果呢一刻我哋離棄佢嘅話，佢只會越嚟越信賴嗰個所謂嘅唔知咩大師。仲有啊，我哋當初一齊過嚟嘅時候，唔係話咁多時間嘅咩？你哋而家想點啊？唔該，你舉手支持。都話我哋咁樣唔係離棄 Man 姐咯，對大家嚟講好啦，冇時間討論啦，真係要投票㗎啦。贊成嘅請舉手，舉定。再講好明顯，贊成嘅比反對多。我宣布文慧心同公開平台再冇任何關係。國際聲明我已經寫好咗，盡快出 post。而家要做正經嘢，嗰個大師已經現咗真身，全香港嘅傳媒都會揾緊佢，我哋唔可以埋佢哋。除咗個大師嗰條片裏邊咧，見到好多學員嘅樣嘅，同我逐個揾佢出嚟，揾佢哋嘅身份，揾家屬訪問，任何同精耀學員有關嘅聯繫，同我一次過起底，做嘢。唔好忙啦，留言同 PM 有其他任務，尊重財務。求下你幫下我，我真係好需要幫助。我哋嚟緊會閉關靈修1個星期，去淨化內心嘅負能量，消除恐懼。你俾我加入啊！唔係一般人可以加入嘅，佢會考驗學員嘅忠誠、信念同埋意志，而呢3樣嘢唔係得把口講，係需要做。雲小姐，你可以為精耀犧牲啲乜嘢？我幫你哋澄清抹黑新聞，又幫鄭生搞個身心靈聖地，咁都叫有貢獻啦。你有太多嘢放唔低，如果要你犧牲晒出面所有嘅嘢，包括事業、朋友、財產，你願唔願意？事業我都做冇咗，朋友本來就唔多，財產我可以俾晒你。我淨係想換翻一個重生嘅機會，揾翻我內心嘅平靜。你冇心傷人，但人始終俾你傷。冇錯，但係我冇惡意，係啲人能力低，先感受到我威脅。咁你信唔信因果？點解你係都要纏住我？點解你係都要纏住我啊？人都死咗，轉導靈喺你度，係你想見到我，所以見到我。至於點解，要問你自己。可能你覺得有愧於我。我冇。有冇你自己知？我喺呢個路入邊，所有嘢係你自己講。係你要做卡森。
係你自己要做英雄，做咩要我負責任啊？殺死一個人有好多方法，在生嘅時候，你將其他人逼到絕路，死咗之後，你用死因庭將我殺死第二次，話就話揾真相，無可避免附帶傷害。其實你過唔到你自己，所以咁痛苦。叫你係因我啊！想再見到你。邪惡嘅根源，往往係救生嘅本能。尤其係經歷過絕望，紛紛世界，變成人間煉獄，喜樂變成哀頌。呢度邊度嚟㗎？我蕩失路啊！我係盧偉森。極致嘅邪惡同恐懼，都會令人改變。大師，唔緊要，一切總可以改變。點啊？有幾錢入咗嚟？勝利計劃之前，我唔想有負面新聞，揾個藉口送我哋走。你做乜喺度嘅？我嚟救你㗎，偏門結果都嚟咗。做咩救我啊？我好好喎，冇嘢啊。我哋查過啦，呢間嘢99%係呃人，佢哋趁你而家軟弱洗你腦咋，唔係咁㗎。你冇體驗過，你唔明㗎啦。唔會㗎，我識嘅咩啫？係唔會信呢個無稽嘅嘢㗎。你扮㗎咋嘛？我曾經好痛苦，好多遺憾，俾人出賣過，亦都虧欠咗人哋好多。我精神長期受到折磨，但係呢度係精要啊，係佢哋救翻我，幫我清醒啊！香姐，你認真㗎？既然你唔信，你離開啦！你唔走啊！你我唔明㗎，俾啲證據你睇。我冇嘢同你講啊！麻煩你啊，帶佢離開。點解會咁樣嘅？即係一個人佢痛苦嘅時候，同埋如果你冇睇新聞女王唔係好清楚啦，呢個 man 即係起碼都係高級知識分子啊。咁佢點解會信咗一啲無稽嘅嘢呢？有冇聽過香港有一個好出名嘅，特別喺加州亦都好出名嘅青海無上師啊？聽過未啊？青海無上師聽過沒有？這是個越南華僑，他就是香港很多醫生、律師、有錢人，都是跟着他做他的門徒，幫他服傳，不是傳教。他呢，就是做了很多視頻，他也扮個什麼美少女啦、慈禧太后啦，又做這個做那個，他講的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可是很多香港的，我知道，連我的一個親戚，他是醫生。都跟着他幾十年到今天，
就是为什么我们心灵痛苦的时候，不去找耶稣，去找别的，根本一点逻辑或者是合理的地方都没有。即係點解呢？係 Maria。呢個係咪女人㗎？或者男人？呢個嗰位大師啊，女人或者男人？青海無上師是個越南華僑，是個女的。女人㗎係咪？係女人㗎。哦。所以將臨期我就係幫大家反思，點解好多時我哋遇到困難，就去揾其他啲旁門左道嘅嘢，就唔去揾真正嘅天主。我經常在道理裡面也強調過，很多時候人家有痛苦的時候呢，他不是酗酒，就是瘋狂的抽煙、賭博，看電視連續劇看通宵，就不管，不祈禱的。即係話我平時咧道理經常都會講，好多時有困難嘅時候，我哋好多人都去飲酒啊、食煙啊、賭博啊，或者煲劇啊、通宵玩遊戲啊等等，但係唔去祈禱嘅。即點解呢？即連基督徒嗰啲教友都係咁樣樣。即係譬如話出邊有啲咩宴會，哇！即刻撲到去彌撒就唔嚟嘅。即係我成日問呢啲問題嘅。係 Cat。佢哋有心魔，個心有個魔鬼。個心魔係點樣？可唔可以形容多啲呢？咁覺得好容易受引誘咯。他說他那些人有性魔，那個性魔很容易受誘惑。因為佢哋唔識，佢哋知道耶穌基督個名啫嘛，佢哋都唔知道耶穌基督佢個歷史，佢點樣俾天主降佢做佢個仔，亦都救人、救世人。咁我哋就點處理呢個問題呢？沙加緬度華人天主教團體，我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呢？是以沙加緬度華人天主教團體，盡量去多啲愛心，做好自己嘅識得耶穌嘅本分啦，唔需要勉強。天主係 open 嘅，自己用個愛俾人睇下啦。他說以愛來做福傳，那你們兩位從台灣來的，不是從香港來的，聽懂 Cat 的廣東話是吧？大概，那我翻譯就是完全了，是吧？好的。師傅，係 Maria。呢一段時間係需要有 missionary disciple。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build a person or to raise a kid. That's what they say. Yeah, you really come from Good Shepherd. Missionary disciple， 所以個個人都要。Now how to train them? How to train the missionary disciples? You accompany people. You look for the one who is weak or who need help. You approach them. 你唔等到人哋嚟等你，你要自己開放去等人哋。你見邊個需要幫助嘅，邊個需要乜嘢嚟？係 missionary disciple 㗎。就係要靠神父你作榜樣，同埋我哋係 disciple 嘅人咧，就多啲用行動去用行動去令啲外教人認識我哋天主咯。仙女說我要做榜樣，讓很多人都能夠看到我。你不要以我做榜樣，我是壞榜樣。我可以給你說，對，你知道就好了。好了，那我們現在轉到另外一個問題，
啊，这个问题就是这次毕竟我不是之前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给 Ken 啊，或是说一说。那 Ken 或是 Gabriel 给我一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我看他这个问题很有智慧。他问什么呢？啊，现在就是要你问答嘛，对，先问答了。他说大额我乐和30台電影彌撒是什麼東西？你們聽過沒有？額我樂彌撒要為呢個年齡要連續開30台先至有效嘅，唔可以斷。你哋聽過未啊？未聽過，證明你哋仲好年青。係咁啊，譬如好多時啲教友話我要獻30台彌撒，為我呢個嘅親人佢嘅煉獄早啲完成，然後就可以升天堂。咁咧，我哋如果啲神父接咗呢30台彌撒咧，係唔可以斷嘅，一斷咧就係無效噶啦。即係話你30日之內唔可以接其他單啦，你講得難聽啲，即係唔可以為其他人嘅獻彌撒再去做噶啦。咁弊喎，咁我可能有啲嘢要做唔得閒喎，咁你就要分俾其他神父做啦。即係譬如話啊，你係神父，咁你幫我做10台，啊你又幫我做10台，咁我做10台，咁啱好30台啦。咁呢個人嘅靈魂咧就可以早升天國。咁好啦，有邊個又聽講過呢啲咁樣嘅道理嘅咧？請舉手啦。好 ，Sally 又聽過。唔係啊，我想話我有2個問題啊。啊唔係，我問咗答咗呢個問題先。好啦，阿 Wing，你聽過？你聽邊啲人講嘅？請問。一個教友。係啦，咁問呢個問題嘅就係阿 Wing 啦。好。阿 Wing 嘅問題原文係點樣咧？佢話：既然人死後要面對公義嘅審判，咁我哋為亡者祈禱，甚至做啲 Gregorian Mass， 佢呢個就叫做格列高利30台彌撒，即係 Gregory。咁其實喺呢個天主教叫做額我略嘅，係咪違反各人為自己行為負責嘅真理咧？哇！你睇下 Wing 嘅智慧幾高？呢啲係咪錯誤嘅思想咧？同埋阿 Wing 就問：咁同佛教呢個超度亡魂有咩分別咧？係咪啊？即係譬如話香港大有錢佬過身，能夠請人，譬如打齋打10堂齋，仲要分打齋分好多級嘅，打得最貴嘅齋咧，佢就早登呢個極樂；如果打得小齋咧，佢就會喺呢個地獄甚至喺無間道當中。咁啊彌撒都係喎，即係話啊，有一次我喺香港做神父嘅時候咧，有個教話嗱，即係30幾40年前啦，佢就俾1000蚊港幣，我嗰時好多㗎啦。神父呢台彌撒咧，為我父母嘅亡魂，咁啊1000蚊㗎嚇，咁即係話呢個係有效啲嘅。哇！連啲教友咁樣都同我咁樣講喎，咁我叫我點答佢咧？好啦，而家就答下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咧，而家已經係11點鐘，咁就我哋休息15分鐘之後，翻嚟我就回答呢個問題啦。咁當然係而家係達至11點啊嘛。嗱，食物、飲品、廁所、廚房。